喺今集，我哋就講埋接下來嘅嗰3招啦。第3招就係公理體系，呢招嘅數學思維就係源自幾何學。咁乜嘢係公理體系啊？舉個例啦，幾何學有門分科叫做歐幾里得幾何，又叫做歐氏幾何，佢有5條最基本嘅公理㗎。第一，任何兩點都可以用一條直線連住。第二，任何線段都可以無限拉長成一條直線。第三，比定任何線段都可以用其中一端點嚟做圓心，用條線段做半徑嚟畫個圓。第四，所有直角都係一樣嘅。第五，如果兩條直線同第3條直線相交，而且同一邊嘅內角加埋係會細過兩個直角嘅和的話，咁呢兩條直線喺嗰邊就實會相交。所以公理就係一啲唔使證明，大家都會認同嘅命題嚟。喺歐氏幾何入面，其他所有定理或者叫命題都係由呢5條公理嚟做出發，再用純邏輯推理嚟推出嚟嘅。從呢5條公理開始，可以推導出無數嘅定理，例如每條線嘅角度都係180度，三角形內角和一定等於180度，過直線外一點就係得唯一一條平行線，呢啲就係構成咗歐氏幾何龐大嘅公理體系啦。如果話公理體系係一棵大樹，咁公理就係佢嘅樹根啦。但喺另一門幾何學嘅分科羅巴切夫斯基幾何入面，公理體系就完全唔同啦。由佢嘅公理出發，就會推導出三角形內角和會小於180度，過直線外一點最少會有2條平行線嘅定理，同歐氏幾何係完全相反噶。雖然聽落好似係違反常識，但羅氏幾何主要係用嚟解決曲面幾何嘅問題，同歐氏幾何係冇衝突嘅。正正因為公理唔同，推出嚟嘅定理就會唔同，所以兩種幾何嘅公理體系係完全唔同款噶。呢個就係公理體系嘅核心思想啦。只要定落唔同嘅公理，自然就會得出截然唔同嘅知識體系。呢種思維放喺生活嗰度都好重要噶。例如每間公司都有自己嘅願景、使命同價值觀，或者叫做公司基因同埋文化。正因為呢啲核心嘅理念唔同，公司之間嘅決策同行為自然就會差天共地噶啦。公司嘅願景、使命、價值觀係咪就等於係公司嘅公理？冇錯，公理就直接決定咗公司嘅發展方向。所有規章制度、工作流程同埋決策行為都係由呢啲公理推導出嚟嘅定理，構成公司獨有嘅公理體系。而呢個體系必須要完全自洽噶。咁乜嘢叫自洽先？即係話一間公司只要建立咗完善嘅公理體系，就唔使下下都要等老闆嚟拍板，因為公理自然可以推導出所有嘅定理。無論公司將來係點發展，抑或遇到啲乜嘢新嘅情況，只要公理存在，就可以演繹出新嘅解決方法噶啦。如果你發現公司下下都要等老細嚟做決定，或者個制度流程係同公司嘅核心理念係有衝突，咁就代表公理體系仲未完善，或者推導過程嗰陣出咗問題。呢個時候就要慢慢去修補噶啦，要逐步咁建立完整嘅公理體系。我曾經同啲同事講，我喺公司只係會做3件事，就係設定責任權利、捍衛價值觀，同埋做一頭專心生產內容嘅牛。關於責任權利嘅法則，我哋就只有一條公理，就係能夠創造最大價值嘅人，獲得嘅收益應該要係最大。所有制度上嘅安排都係憑我有限嘅智商，從呢條公理上面推導出嚟嘅定理嚟。如果發現有制度係違反咗個公理，咁就一定係我嘅智商唔夠用，搞咗個 bug 出嚟。咁我會為自己嘅低 B 道歉，然後就會即刻去修正翻個制度。如果我死都唔認錯，甚至動搖埋公理嘅本身，咁你哋就可以頭也不回咁離開我噶啦。嗰個我根本就唔值得你哋去跟隨。我哋就係因為有相同嘅公理體系，先至可以互相成就大家。公理本身係冇對錯噶，亦都唔需要去證明，因為公理就係一種選擇、共識同埋基準嘅原則嚟。而選擇唔同嘅公理，就會建立喺完全唔同嘅體系，得出嚟嘅結果都會完全唔同。第4招就係數字嘅方向性。呢招嘅數學思維源自於代數，叫做數字嘅方向性。我哋學代數，最初接觸嘅係自然數、零同正整數，之後就學整數，包括負數，最後學埋有理數，就係整數同分數。喺學分數之前，數字喺我哋認知當中係離散嘅點，但分數出現咗之後，數字就開始變成連續，
就好似細細個睇世界係非黑即白，到大個咗慢慢先明白，世事其實充滿咗灰色地帶。學完有理數，再接觸埋無理數，例如圓周率、派。無理數係無限不循環嘅小數，完全係冇規律可言。呢個階段教識我哋，世界上總有複雜到冇規律嘅事物，好似派同根號二咁，唔能夠用簡單粗暴嘅方式嚟定義，必須要承認佢嘅存在同埋複雜性。學得越多數字嘅類型，就會越明白世界係幾咁多姿多樣。再深入啲，數字除咗有大細，仲有一個重要嘅屬性，就係方向。數學上將有方向嘅數叫做向量。明唔明方向性對生活有乜嘢用？舉個例啊，例如你用30牛噸力將個箱向前拖，突然之間又有個人用20牛噸力向後拉住個箱，結果個箱依然都會向前行，不過剩低嗰10嘅牛噸力，前行嘅速度就會變慢。就好似兩個人合作搞一間公司咁，兩個人嘅能力強，而且方向一致，就可以形成一股合力。但如果雙方都喺度扯貓尾，效果分分鐘仲衰過單打獨鬥㗎。另一種情況就係做同一件事，有人想東，有人想西，又有人想北，而你根本唔知邊個方向先係正確。喺呢個時候，你要嘅唔係合力嘅大小，而係方向相對嘅正確性。咁點算啊？咁就俾佢哋自由發揮啦。雖然方向唔同會互相抵消，力氣亦都會有損耗，但係事情最終都會走向趨向相對正確嘅方向㗎。到最後一招啦，就係全局最好嘅雙贏思維。呢招嘅思維係源自博弈論，叫做全局最優與達成雙贏。咁乜嘢係博弈論啊？其實我哋每日都做緊決策㗎，例如朝早要飲咖啡定係奶茶，呢類就只係關乎自己嘅事嘅決定。但生活中有一類決策係需要考慮埋其他人㗎，呢種互動嘅邏輯就係博弈論。好似玩圍棋咁，就係典型嘅零和博弈。你嘅所得就係我嘅所失。喺零和博弈當中，要時刻保持清醒，追求嘅係全局最優解，而唔係局部嘅利益最大化。好似捉棋咁，唔係每一步都要食最多粒，而係要考慮最終原局嘅得失。經營公司都係一樣，唔係事事都要贏到盡，有時退一步反而會海闊天空㗎。除咗零和博弈，仲有非零和博弈㗎。講求嘅就係共贏，共贏嘅前提係要互相建立信任，但建立信任係一件唔容易嘅事嚟。舉個例啊，市場需要10萬架私家車 ，X 廠見機立即量產10萬架車 ，Y 廠同 Z 廠見到又跟住做，結果供過於求，全部蝕晒大本。如果10間廠協議各自生產1萬嘅車，就可以齊齊都有錢賺，但只要有一間偷雞生產5萬嘅車，就會搞到大家都蝕錢。所以要建立信任，有2個建議。第一，揾真正值得信任嘅夥伴，遠離一啲永遠唔可以共贏嘅人。第二，主動釋放可信嘅信號，俾人知道你係值得信賴，自然就會吸引到想共贏嘅人。最後做個總結啦，數學嘅思維5寶，分別就係概率論、微積分、公理體系、數字方向性，同埋全局最優與雙贏。呢啲唔單止係學術概念，更加係生活智慧嚟。訓練數學嘅思維，唔係要你識得解難題同背公式，而係要培養符合規律嘅思考方式。正如孔子話齋：72從心所欲不逾矩。意思就係當你擁有合乎規律嘅思維時，做嘅事自然就唔會越界。呢種自由，正正就係數學思維帶俾我哋嘅終極禮物啦。記住啊，數學唔難㗎，關鍵就係在於點樣將冰冷嘅公式化做溫暖嘅生活智慧。